姐，哎，知道为什么让你在这儿照张相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很有名，这是江宁织造府。怎么有名啊？清朝的时候，那些人啊，因为清朝人啊，其实都是金国人，就是现在的东北三省，知道吧？东北人。那么呢，他们其实呢，对于这种江南的丝绸是没见过的，他们这边都得出成那个皮袄，把动物杀了之后用皮毛冷啊，所以他们见到这边的丝绸之后特别喜欢，所以就成立了一个这个地方叫江宁织造府，知道吧？这江宁织造府干什么的呢？就专门给他们运各种名贵丝绸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那么有名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刚才骑车过来，那不有个茶馆吗？你问我这个为什么叫红楼？